这个女孩是个大傻子，只因为爱情，她就弄丢了昆曲传承人的事业，最后还成为了杀人嫌疑犯，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有个神秘人为了找到她，委托了一个有着超能力的组织。这个组织由2名身怀特异功能的少年组成，一个叫程小石，打娘胎里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可以通过照片穿越回拍摄者身上，经历此人拍摄后的12小时时间。另外一名叫陆光，他的能力是可以读取一张照片12小时内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俩一拍即合，一个通过照片回去过去执行任务，一个负责在照片外面远程操控。但陆光对程小石定了一个规矩，就是回到以前后，过去发生重要事件结果不能改变，只能稍微篡改某些过去的细节，让未来的走向更好一点。这就是他们时光代理人的使命。这次他们再次接受任务，戴上耳机，双手一碰，程小石看着恋爱脑女孩过去的照片，咻的一下便回到了过去。这是渣男骗女孩私奔的那天，程小石附身到拍摄者小师妹的身上。要看后续怎么样，请移步到热播剧《时光代理人》。该剧一经播出就引起热议，同时还有很多小惊喜，比如凤凰传奇里的曾毅，虽然他只是一个配角，但他这次可是化身成为了一个拳王，并且秀了一波自己的身材。还有脱口秀演员何广智，他在这部剧里化身成为外卖小哥，贡献了不少的笑点。而金世佳则饰演了一个 PUA 员工控制欲极强的黑心老板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的演员们都表现不俗，都有各自的小亮点，而本果掐指一算，这剧要爆呀！